市值排行網 Companies Market Cap 顯示，隨着黃金價格再創新高，黃金總市值達到20.13萬億美元，穩居全球市值第一大資產，是第二名蘋果 AAPL。公司市值3.149萬億美元的6倍多，較去年3月增長約6萬億美元。白銀跟隨黃金走高，總市值逼近2萬億美元，排名第7位，比石油巨頭沙特阿美公司的市值稍高。由於特朗普交易降溫，比特幣價格較峰值下跌逾2.7萬美元，總市值跌至全球第9位。去年比特幣總市值一度超越白銀，成為世界第8大資產。特朗普去年7月曾放言，比特幣市值未來可能會超越黃金。